費利曼圖係距離柏斯18公里嘅一個港口城市，坐火車唔使半個鐘頭就到。呢度嘅歷史可以追溯至1829年，英國人成立西澳省前身天鵝河殖民地開始。由當時至依家，費利曼圖一直都係柏斯同埋西澳嘅重要港口。西澳洲沿岸喺17世紀已經係荷蘭商船由非洲好望角前往當時荷屬殖民地印尼嘅航道。喺費利曼圖有一間海難博物館，就展示咗呢幾十年嚟打撈出嚟嘅沉船遺物。呢度仲有一個特別嘅展品，就係1616年第一個抵達西澳嘅歐洲人荷蘭船長哈托格喺登陸之後所留低嘅技術。另外喺博物館裏面仲有一個展廳，放映住喺不同海底深度生活嘅魚類同埋海洋生物嘅錄影片段，十分好睇。而呢一間西澳海事博物館就展示出費利曼圖作為漁港嘅主要漁獲，包括呢一啲西澳洲大龍蝦。而呢一艘1983年美洲杯帆船賽得獎嘅帆船澳洲2號，亦都喺呢一間博物館展出。費利曼圖嘅市中心非常之細，街道上嘅建築物就好似凝固咗喺19世紀咁。比較有趣嘅就係呢一間書局，佢賣好多呢一啲盲盒圖書，聽講銷路都唔錯添。順帶一提，如果你係坐郵輪到柏斯嘅話，基本上都會喺費利曼圖上岸。好啦，一連4集嘅柏斯之旅到此結束，下次再同大家去其他嘅地方。